来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立法院长韩国瑜顶礼拜五主持议会总质询，因为阮也为立委抢名时阵，拢无伫现场。韩国瑜伫咧开会8分钟了后，直接宣布休困，创下着史上第一届总质询开天窗的纪录。民进党的立委痛骂韩国瑜没收因的质询权。为着要来平息纷争，韩国瑜今仔日是邀请3个党的党团总调开会来讨论。民进党是希望会当校正回归，恢复到质询权，但是国民党真硬斗哦，讲袂互民进党为所欲为，想要做啥就做啥。请罗委员明才质询。洪委员申汉质询，唱名拢无够，议会开始8分钟，院长韩国瑜就宣布休困。立院的立委抗议质询权没收，佫引发着朝野的政治攻防。民进党他们没有遵守议事规则，自己迟到，还要把这个所有的锅都甩锅给韩国瑜。在野党的立法委员正上演着护航早退院长现行记。了传出着立院的立委要求爱恢复质询权，为着要甲代志收煞，韩国瑜嘛邀请3党的总调做伙来开会讨论解决问题。副科技总召有跟我联络，那说今天院长可能会召集协商。那我说当然没问题，我们尽量配合嘛。意见的委员要来，我是不建议大家能够冷静来面对。当然，我建议是校正回归。郭建明讲到协商态度放真软，不过立委陈登辉当日下晡改做书面的质询，和这个顺序小可有改变。除了出面要恢复当下的情形，更加表明要和韩国瑜正面对决。议事人员跟我说你是接待外宾，我才去改书面，那我的质询也应该要还我。人不在现场，迟到，然后韩院长依照议事规则讲了3次。那是要跟韩院长对决什么？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态度，我们会觉得说绝对不会让民进党为所欲为。哪力是一人讲一款，到底委员敢会使补考？朝野员啊继续请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